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觀眾成成 L 王成。今次呢段片係我2025年拍嘅最後一段片，雖然時間係提早咗，因為我工作同生活太忙，所以我必須提早拍呢段片。今次係我2025年拍嘅最後一段片，都有開心同難受嘅事。首先講咗難受嘅先，其實我今年返工都已經係返得最唔開心嘅一年。舊同事對我唔好啦，新同事唔聽我話，最頂撞我啦。屋企人見我出咗問題啦，仲有人福院火燭嘅事啦，同埋今年喺我身上都發生咗一件好難過嘅事。我而家想講嘅就係珍惜眼前人，珍惜生命。今年開心嘅事係乜嘢呢？就係放假離開香港啦，因為而家嘅香港真係實在太多麻煩嘅人同埋否認自己嘅人。其實有陣時望起上嚟，有啲嘢做唔到，有啲事一定必須要喺放假同埋得閒嘅時候先可以做到。我所講嘅就係處理屋企嘅私事啦，約朋友傾下偈啊，食飯飲嘢啦。而家喺香港生活真係揾食艱難，如果冇必要嘅，千祈唔好嘥，千祈唔好攞錢嚟嘥。我真係想講，冇嘢比身體健康更重要嘅。如果對方同自己啱傾來往嘅就繼續，唔啱傾來往嘅就結束。我知道將來嘅路會越嚟越難走，希望可以捱過一日得一日。2025年嘅大除夕同埋聖誕節我都唔慶祝嘅，不過我都喺呢度講，嚟緊2026年，我求我身邊嘅人身體健康，心想事成，萬事如意，出入平安，事口常開，珍惜時間，同埋我自己都要珍惜眼前人，同埋我要小心打眼識人。因為人生有好多嘢自己都估唔到，明天同意外，冇人會估到邊一個會嚟先。如果自己仲有健康嘅身體同埋仲有生命可以活着嘅話，就要把握時間同把握機會，做自己想做嘅嘢，同埋過自己應該要過嘅人生。
好啦，各位，下次我拍片上 YouTube 呢，就要等到2026年㗎喇。希望有機會嘅話，2026年再見。多謝大家。